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，有人目睭挂斗界，看人面就爱。这意思是讲一个人想消贪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解，读过爱解。第三条，有的字典写作解。台语字典解释讲，这个解就是牛河病的茶，用来病倒的家私。古早用盒来底物件，有的是十斗，有的是十酒。若是有解出来，就用这个解来甲伊过互病。这支家私就叫做斗解，嘛人讲是解笑。另外，这个解嘛有拢总的意思，像咱讲一解，也就是一律完全；若是概论，意思就是讲规个抓重点来讲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气解，也就是气度北长；第二个词读做斗解。头前讲到目睭挂斗解意思，就是讲为着要互斗解来凊物件时，物件敢若会减袂加，所以讲斗解放伫目睭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真贪心、真焦贪，看人的物件就想要抵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人小贪两家人，目睭挂斗界，看人面就爱，安尼就会互人看轻。颠倒是袂小贪，有影响气概的人，才会互人尊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解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作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